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嘅催眠治療師艾勒里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好多人每日都面對嘅問題，就係當你俾巨大壓力包圍住嘅時候，覺得問題多到處理唔到啊，透唔到氣嘅時候，究竟點樣一步一步咁去拆解呢啲問題，唔再俾壓力去打低呢？首先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：壓力其實係一把雙刃劍。雖然好多人都話咧，適當壓力可以推動我哋前進啊，逼住自己大家去提升啊，去改善。咁但係喺現實入邊咧，其實壓力對身體同精神嘅負面影響咧，其實遠多過佢嘅好處。尤其是係當壓力大到超出負荷，又或者係長期持續咁去承受住巨大壓力嘅時候，對我哋嘅傷害咧，其實一直都係實實在在，好難逆轉。好多人都話咧，單一個問題帶嚟嘅少少壓力咧，的確可以令人進步。呢樣嘢我都同意嘅。咁但係喺現實入邊咧，更加多嘅時候，面對壓力同埋難題，人嘅第一反應係逃避。嗱，唔好怪自己，因為逃避咧，的確可以令到自己舒服得多，唔使面對煩惱，唔使面對煩惱啦、壓力啦等等。暫時避開咧，的確係輕鬆好多。所以絕大部分人遇到問題嘅時候，都會選擇避開，而唔係正面面對。但係我必須要提醒咁多位，巨大同埋長期嘅壓力咧，對身體嘅傷害咧係不可逆轉。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個由醫學溯源嘅真實案例。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同埋美國心臟協會 AHA 發表嘅臨床研究顯示咧，長期處於高壓嘅狀態，人體會持續分泌好多嘅皮質醇。呢種壓力荷爾蒙咧會損害心血管啦同埋內皮細胞，誘發心肌病 （Takotsubo）， 亦都叫做心碎綜合症。曾經有一個臨床個案係咁講嘅，一位45歲嘅上班族咧，因為連續半年承受超強嘅工作壓力，每日咧加班超過12個鐘頭，長期焦慮咧、失眠啦，最終突發心碎綜合症，心臟功能咧暫時衰竭，需要緊急入院治療。嗱，醫生已經明確咁指出，呢個病例咧係長期壓力直接導致器質性嘅病變，所以千祈唔好忽視壓力對身體嘅侵蝕啦。尤其是等到身體出現問題嘅時候先嚟後悔咧，就已經太遲㗎啦。咁正因為壓力同埋負面嘅影響咧咁嚴重啦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，當你身陷壓力嘅時候，應該點樣冷靜落嚟，解決當下嘅問題，盡可能減少佢對你嘅傷害。嗱，第一步咧，一定要靜落嚟，靜一啲。嗱，有句説話講得好好啊，每逢大事有靜氣。當你成個腦都係一啲煩惱啊問題嘅時候咧，無論你做任何決定、處理任何事咧，其實都係混亂嘅。呢個時候咧，千祈唔好急住行動，俾自己幾分鐘或者一段長嘅時間，閉埋眼，深呼吸，令到自己嘅思維、令到自己嘅思想平靜落嚟。嗱，當你只要靜落嚟嘅時候，你嘅潛意識先至會有機會發揮作用，幫你理清思路，揾到解決問題嘅方向。作為催眠治療師嘅話，我經常同我嘅朋友分享，靜落嚟，慢慢嚟，係應對壓力、解決問題嘅最重要嘅第一步。靜落嚟之後，就去到第二步，問下自己呢一個到底係唔係自己親自需要處理嘅問題？嗱，生活入邊咧有好多煩惱同埋壓力咧，其實都係自己強求翻嚟嘅。有一啲問題根本就唔需要處理，只不過因為你心急，想快啲完成一切所有同埋全部嘅事情，就執要清除眼下所有嘅問題，不分大細。嗱，你要識得分辨，如果呢個問題唔影響大局嘅話，又或者可以完全交俾其他人去處理，應該要咁樣做嘅時候，就應該要放手，唔好將所有嘅事情擺喺自己嘅身上，減少一啲不必要嘅負擔。第三步就係要學識分清事情嘅輕重緩急。嗱，呢個方法咧，其實好多人都聽過，但係真正做到嘅又有幾多人呢？所有嘅事咧，大致上可以分為4類：緊急又重要啦，緊急但係唔重要，唔緊急但係重要，唔緊急又唔重要。記住一個核心嘅原則：重要嘅事情永遠先行，優先做一啲緊急同埋重要嘅事。嗱，呢啲唔拖得嘅。跟住咧就係專注於處理重要但係唔緊急嘅事。呢啲事咧決定你嘅長遠發展啦，所以千祈唔好忽略。至於緊急但係唔重要、唔緊急又唔重要嘅事咧，一係你就交俾其他人，一係放到最後先做。
至於點樣分清楚乜嘢係重要，乜嘢唔重要呢？呢樣嘢需要靠平時嘅累積同埋細心觀察，慢慢你就會有呢一種決斷同埋洞察能力啦。當你分清楚輕重緩急之後，就係最關鍵嘅第4步，識得分拆問題。好多時候你覺得壓力大，因為問題睇起嚟太大、太複雜，令你睇住都唔知道點樣處理好。但係其實絕大部分嘅問題都可以拆解成幾個細嘅問題，分開處理，逐個擊破。大家記唔記得一條好經典嘅 IQ 題，就係點樣食一隻大笨象？答案就係一啖一啖咁食。解決問題其實都係一樣，唔好心急貪快，唔好諗住一次過搞掂晒所有嘅嘢，將大問題一步一步咁拆開，逐樣步，逐一步一步嚟。當咁樣做，你慢慢就會發現，原來睇嚟好複雜、好難解決問題，可以俾你慢慢一步一步咁去處理。當問題解決完之後，仲有最後一步，就要學識復盤，就要 review。復盤其實係回顧翻自己成件事嘅處理過程，諗下自己邊一度做得好，邊一度做得唔好。當初邊個步驟係可以改善嘅，邊一個步驟可以更加冷靜。每一次復盤都係都係一個自我提升嘅過程。千祈唔好因為自己做得唔好，就不斷咁去鞭撻自己，或者去鬧自己，而去忽視嗰啲你做得好嘅地方。因為咁樣嘅話咧，你反而會唔想去再做，唔想去再處理下一次嘅事情。當下一次有事嘅時候，你就會再重蹈覆轍。我希望你唔好咁樣做。而當你識得復盤嘅時候，你就再有問題嘅時候，你就識得有更加平穩嘅心態啦，同埋有更強嘅能力去應對。唔好就好似以前咁手足無措。其實壓力本身唔可怕，可怕嘅就係我哋唔識得應對佢。只要今日學識呢幾步，靜啲嚟咯，分翻輕重緩急，拆解問題，再復盤。就算有幾大嘅壓力，你都可以一步一步咁樣拆解，減少佢哋對你嘅傷害。我所以希望今日呢個分享可以真正幫到處於壓力嘅你。而跟住落嚟，我哋不如聽個故事，睇下呢樣嘢可以點樣幫到你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哋揾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坐好或者瞓低。然後如果你而家操作緊重型機械，又或者需要做一啲好專注嘅工作嘅時候，我希望你而家可以將呢一啲工作擺埋一邊，然後靜靜地聽我講呢一個故事。今日講起壓力，令我諗起一個故事。今日我夜晚食完飯就喺街入邊散步啦。咁我諗住去海皮行下喎。咁我一經過一條好長嘅大橋，嗰陣時夜晚，周圍嘅街燈已經着咗，放射喺街道上面。周圍嘅人亦都啱啱食完飯，就係散步。我一路行嘅時候，喺側邊除咗聽到風聲同埋一啲喧鬧聲音，但係嗰啲喧鬧聲音其實並唔係特別太嘈，因為都係啲人講嘢嘅聲音。喺呢一個咁繁華嘅地方，同時間又有清靜喺入邊。喺我一路咁行嘅時候，我見到側邊有一啲單車行過，佢哋揸得好快，喺我後邊一路經過我咁樣向前駛過去。然後我又見到有一啲人喺我前面企埋一邊，欣賞緊啲景色，夜晚嘅景色。喺條橋上面，我仲見到有一啲人喺度傾緊偈，抱怨緊大家有冇溝通啊，又或者邊一啲嘢可以做，可以唔做。然後喺我見到過斑馬線嘅時候，
側邊啲單車停落嚟，等緊綠燈經過，等緊綠燈。然後當綠燈開着嘅時候，好快就會喺我面前行去。喺我側邊又有一部輕鐵載住一啲人，又喺我側邊好快咁樣衝過去。而我漫步一步一步咁樣行，感受住周圍嘅環境。遠遠咁見到，無論係輕鐵啦，定係單車啦，甚至乎係跑步喺我側邊經過，同埋好快咁行過去。我望住佢哋，我發覺大家都好似向住同一個方向，但係佢哋想做嘅都係唔同嘅事，可能送外賣啦，返屋企啦，又或者約咗人食飯，正去赴約。但係無論如何，我非常之享受呢一個散步嘅氛圍，同埋情況，同埋景色，成個環境令我覺得非常之享受，同埋舒服。我希望呢個故事能夠帶俾你一啲唔同嘅想法。好啦，歡迎返嚟。我想問一問你哋，究竟呢一個故事邊一樣嘢對於你嚟講係最深刻嘅呢？而嗰種深刻嘅嘢，或者令你記得嘅嘢，對於你嚟講又有咩意義呢？希望呢一樣嘢，希望你嘅答案可以分享俾我聽下。然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多謝你，拜拜。